由圆山国际开发公司甲台南市圆山幸福协会筹备处共同发起的免费提供次氯酸水，予民众作为环境的清洁甲消毒。日前透过立委林俊宪甲议员蔡小伟服务处来设点，免费提供民众所处。非常感谢即个透过咱圆山协会咱的杨总裁甲咱的洪总干事来特别关注咱的次氯酸水要互咱市区的市民来做消毒防疫的工作伫遮嘛非常感谢咱的圆山协会，咱的杨总裁过去嘛伫个即个口罩的捐赠喙烟的捐赠，伊嘛付出真济啦这会当讲安尼抛砖引玉互咱大家社会伫个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大家都很害怕疫情，他还可以愿意这样子站出来第一线愿意来付出，非常感谢我们的圆山协会在这一次的捐赠。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本身呢就是已经发过一次，后来呢感觉起来效果还不错，而且疫情呢也因为我们在发了之后，其实感觉起来还是就是平复的比较快一点这样子。后来我在今年呢，我们协会呢一样是觉得说，希望说可以为社会来尽一份心力。好，后来呢，在台南市，我们目前呢总共的预计发放的数量大概会有500吨。议员表示，圆山国际开发公司长期落实社会公益，去年伫个口罩荒的时，就对国外采买6万个口罩提供民众来使用。现在本土疫情搁再严重，因嘛提供次氯酸水予民众来索取。你装这次氯酸水主要是要做什么用？阮做环境的消毒。像迄个涂骹啦，迄个厝前厝后啦，即个阮做环境的消毒比阮迄个讲咱若用酒精迄是会当直接喷人体，但是迄销量较大。迄酒精的来源较少，咱咧处理烟水咱就一寡家具啦，啥物话漆桌啊、漆椅啊、漆涂骹、漆地板、漆门咱处理的所在安尼，用即个会当达到消毒病毒的效果安尼。因为它这个有喷雾，所以我们如果出门在外的时候，就可以随时都可以自己做一个随身的消毒，那可以保护好我们自己也可以保护好周边的人。现在本土疫情搁再严重，吸引未少的民众来索取次氯酸水。开发公司甲幸福协会表示，因为次氯酸水袂用甲皮肤接触，只用来提供环境的清洁甲消毒。而且嘛袂用的见光会还原，因此建议民众索取的时，要用袂透光的桶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